起来哈，这个节奏很简单，不会像泰雅族的太复杂了。台湾的朋友们，台湾的朋友们，一起跟我们一起下来跳，然后我们还会带。来跳舞，你来，是跟结婚舞这样部落。哇，你看我们老师，哇，这么有精神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跳好吗？这是难得的机会。好，抬脚，五位孩子，表示今天大家都非常开心的意思。很高兴我们今年第25届的金曲奖啊，我们最佳原住民专辑就是由我们卢凯族的啊大泰武国小哈，他们得到了啊，这是非常的荣耀哦啊，这个我们卢凯族的这个文化哈，非常的有气息，非常的有气质。哇，真的是非常精彩哦！谢谢。